娘，您来啦。娘娘，放心，娘来了。见过大姐。一眨眼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原来跟在我身后的小丫头，都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大姐，这是我在慈安寺特地为你祈求的平安符，有了它，你一定能够早日康复的。地上凉，都快起来。都多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跟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哭啊？二娘有心了。是11妹吧11娘见过大姐。我们都有多少年没见了？果真是女大18变，越来越俊俏了。陶妈妈，姐姐也不知道你们喜欢什么，想着手上还有3块玉佩能够拿得出手，就叫人找了出来。你们一人1块。谢谢大姐。去挑吧。快挑挑吧，这可是你们大姐的一片心意。五妹，要不你先挑吧？还是二姐先挑。那我就却之不恭啦。喜上眉梢，好兆头。你们也挑吧。五妹，你挑的是什么？我是吉祥如意。那11妹一定是多子多福啦。多子多福，真是好福气。谢谢大姐，我很喜欢。多谢大姐。你们喜欢就好。你们都退下吧，我和你们大姐还有些梯级话要说。是。你觉得如何？二娘怕是已经知道，我想找人照顾忠哥，猜到我并不想此人多子多福，所以才会有那样的举动。不过都是些小聪明，倒是这11娘，我一时半会儿还看不明白，再看看吧。